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10，诗篇85篇8安尼讲：我要听主上帝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伊要对伊的子民，就是神的子民，永远赐平安繁荣。总是因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。三甲来祈祷，永远赐愿平安繁荣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、真实、圣洁、公义、公平的独一真上帝，主啊！你是主爱、慈悲、怜悯的疼痛天父，主啊！你呼召你圣的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出声来唱歌学罗你的名。主啊，我要大声称颂你的奇妙作为，因为一切荣光拢是出自你，也要归伫你。我要时刻来学罗，甲感谢你无煞。主啊，我要专心来敬拜你，也要时刻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我要听叹你所要讲的话，因为你要对你的子民，就是神的子民，永远赐平安繁荣。总是愿就毋通倒转去行愚妄的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